他太震惊了啦。太震惊。风花又飞入来扎，西马的眼将我马杀。本妹对那。你明年呢？铁路看的有一种习惯性动作，从过去呢，拉进冲拉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热用下來了！哎呀，六，鬧熱大擂台第17季嘅比賽啊，哈，係啊，安尼進入2禮拜嘅安尼累積分數。哦，比前6強就錯嘅。前6強，咱們產生出來6強嘅參賽朋友。今日介紹安尼評審欣賞。請這邊欣賞，請這邊欣賞，風吹放學啦，請準備欣賞。這位老師，你為什麼跟人家穿一樣的顏色？哎呦，我就是想要跟你們，你知道？你為什麼要偷我？同心。你很討厭呢。不然我站上去的話，我們也是可以3個一起主持。是啊，那你就來啊。那我去那邊坐啊。好，來。那我去小康老師。哎，不要想。鬧熱大擂台。是不是未成年，对不对？你是知道我們今天有這種？當然啊，我通常我都帶7種顏色。哦哈，你們穿什麼，我就會跟着穿。哎呦，對。你好敬業。當然，是不是？就是好聽，心機很重。招待哈，非常招待。那我們今天就你很去噴香水耶。哦，沒有，我流汗。而且你怎麼有水蜜桃的？你怎麼有水蜜桃的味道？那個造型師幫我弄的，再加上我流汗，我就會有一些化學作用，所以對。古醫師要給。哎，你的專業在那邊。哦，謝謝。今天他的任務在那邊。哎，真。哦，哎，比賽之前的看一下安尼獎金的挑戰賽。哦，大家最期待的給你來的小美女。看見他們拿到獎金冇？係。滿意呢？準備帶來期待。哦，來睇下。想起故電話，想念看見電話，數成處，敢講倆時間真正嘅愛意，相信伊唔會離開。夢想來教我悲哀，你要聽到某一份愛嘅期待，期待在兩者也愛嘅世界的愛，心動愛嘅未來，你要聽到某嘅類似愛嘅心。咱倆愛消失給世界的愛，親真愛嘅未來，你要看到麼？這是你愛嘅光彩。期待咱倆愛消失給世界的愛。親真愛。
漂亮的一个小妹妹哈。对呀，不过刚刚看到她的好美名字，我听到她名字，我都谁来的？哦。嘛讲都迄哎些来呀，结果迄按讲的什么呀？哈，对呀，漂亮哦。国也还没唱，嗯之前有来过嘛？有，有，来比赛过吗？嗯，啊，比到样板的长度呢？就是比到第5次之后就不见了。就回家吃自己了。耶，啊耶！耶。对哦，哎，给类似法脸的玉梨呢？啊，能法理耶，法脸的呢。哎呀，法脸。法理耶。法蓮絲啊，法蓮絲都玉梨行一點半鐘。對，很當然哦，當然係啊，所以特別看見到聲音嚟出嚟表演，當辛苦。真的哈，你之前有在花蓮參加歌唱比賽？第幾名？得到什麼成績？得到第3名，然後對唱第1名。哦。哦，对唱第1名哦。嗯。跟你的好朋友对唱。嗯。哦，唱流行歌嗎？嗯。哦，哦，真的。嗯。哦。他厲害他也是很省話哈。是厲害厲害厲害。哦。不是因為花蓮啊，花蓮講真的，我唱客家歌嘅機會唔係多。我學客家歌嘅，安尼地方嘅機會咩唔係多，對嘛哈？所以你學客家歌同埋你學嘅呀？我小老師教。哦，學教嘅現場。小學老師有安尼母語教學做操嘅。所以很喜歡唱客家歌嗎？哦，那之後再回來鬧熱報名好不好？好。OK。好，來。好，先聽講評啦，徐哲偉老師。好來。邊喺 T 百看到國中，而且單槍匹馬。對，單槍匹馬，而且他完全沒有加分題。對。哦，然後我家堂給他上，他是走那種甜美系的聲音，氣質路線。很氣質，然後甜，我覺得很甜。沖涼書歌曲，我之後以後，唔過因為可能接比賽，也有可能佢咪當做咗風場，你聲有點辣辣，錯嘛？有點聲是辣辣，就是你聲音有一點點有一點沙啞。唔過佢咪基本分數有誒，他其實在水準以上。我很喜歡你今天的表演，而且他的歌的完整度做得很好。就是以他的年紀來講，我覺得他唱歌的完整度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好，謝謝。看一下有沒有他們拿到安尼獎金嘛？哦。3萬元的獎金，來。3萬元，唔拉白耶，對，牛哥不對。3000啊，3000。最尾的分數。來，鬧熱大擂台的獎金3000元的頒發文件。恭喜了。好。那希望你這一次3000塊，這只是一個開始，下一次來參加比賽的時候，可以拿到最高的榮譽。好，好了，那我們就一起來看比賽，好不好？好咯。好，來，看來。參賽者面是演唱一首歌嘅，2首歌嘅積分先出前6強，今日冠軍積分賽，迄個評分就由第一首歌嘅分數高低來做比較。有請 TVB 參賽朋友。范美文帶來8分。看啊！今日帶來一首日本風味的歌曲《北風》。之前都會唱好多國家同接唱到安樣的歌曲，所以今次的演唱係當有信心，一定會拿到高分，加油！夜歌又係三分涼，小小管的北風，一層一層紅，相愛來傳到前，後見也用。無奈淪落在陽異鄉到故鄉，難親也憂愁。
心所，见缘在心所，在闹灭给风，有时也凄凉。上多爱的前途，心就忧伤。只怪命运黑暗用再苦也有风，心中已开路。评审老师，帅哥美女，大家好。哎，没有歌，哇，懂有感情的一条歌曲哈。哎，好像来到了闹热大舞厅的感觉，大舞厅啊，很有日本曲风啊，对不对？对啊这应该要穿的这首歌，我觉得应该穿的很华丽嘛。唐公有安尼红包场的头家吼嘿，请安尼免问过，伊要上班，要从国本台给他存钱。啊，做我用红包场给你做都爱用，一包都爱用。伊讲伊快些啦，我唔敢要。係嘛？唔即個條那冇有娘嘅安尼，係唔講去。講啊，很時髦，較時髦嘅吼，很多咧接觸，嗰種嗰種。我們家禮拜有挑染呢吼。係啊。哦，用發實用嘅呢。達到了就會冇用。冇用冇。保持這樣就下去對。紅包場咩冇試過一聽。專用的呀。冇啦，佢安尼帶安尼建設個condo嘅嘛，有下誇張比客多，安尼好長咩？講到客多。是啊，講真的，說真的，我以前還真的參加過紅包場。真的。我剛出道的時候。可是那很難忘哎。而且在苗栗耶。苗栗就是類似它這個小歌廳，然後你都唱得好哈，人家就會包紅包給你嘛。係啊。啊，你紅包多嗎？我就那一天還穿了白色西裝，哦，整套白的，還打99這樣。像這樣子嗎？出場的時候，路邊一棵榕樹下，是我懷念的地方。全場就只有我前面2個人。然後2個還在喝酒，不理你，沒有在聽我唱歌，然後喝一喝還意見不合，2個還打架，然後酒杯還飛上來，我跟你講，熱鬧啊。然後紅包文化其實在國外沒有啊，像印尼到現在還有啊。哦，像我們有時候去印尼啊、新加坡商演啊。那近期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，近期他們那邊有一些也是，比如廟會啊，或者是一些說生日宴會啊，都會請台灣的藝人去表演，唱歌對，然後你就邊唱，然後就會有人上來包紅包，就包紅包，就紅包拿給你，然後握個手，他就下去了，這樣，然後就我們邊唱，有一份愛的禮物，我要把它送給你。有的還把那個錢都同一個人嗎？沒有啦，就很多人就一直上來，然後拿給你，他就下去了。哦。然後有的人把那個錢哦串成一個好像項鏈一樣。那個我有領過。有領過啊，就有一份愛的禮物。我要把它送，他就下去了。對對，有一次我是在印尼，一個經驗是掛了很多整圈，然後都很興奮嘛，想要趕快把它唱完，然後回飯店去算錢，然後結果回來台灣的時候，哇，好多錢，不能換，就他拿一些，我還要拿什麼古錢那些怎麼換？就當場就要在那邊換掉啦。我跟你講，那不早說，現在還丟在我家。你有被錢砸過嗎？我那一天收啊。收一個袋，就因為手拿太多嘛，然後後來就裡面的人就拿袋子給我裝完一個袋子又拿回去，大概裝了3、4個袋子，回去哈，我跟我老婆在飯店，我說你有沒有被錢砸過？哦，那錢全部拿砸他這樣，就慢慢就算到手抽筋呢。而且來自不同的貨幣，2000多萬。哦，對哦，光紅包哦，2000多萬哦，2000多萬，印尼幣。
很难忘的。对。但可是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，就真的比较少。 6-7万块了。6-7万，但是就很开心嘛，还是很开心，对，一个回忆一个记哈。啊，你当时应该就是要让豁出去，你真的傻傻的，嗡嗡的，后生唔要上。哎，老板的电话给我。啊，冇。那个红包场已经关了。关了，声音关。对，唐安咧起司比情商的讲喺那里咧。好，呢，明文大哥哈，今比其實我今比感覺到今比talk嗰位 talk 還蠻適合你的。 吼，因為設計一種演歌吼，其實我細時陣我其實我爸爸當愛當好彈安尼演歌，係演歌歌嘅，所以我細時陣接會彈佢腔下，會皮佢腔下嚟彈歌嘅，所以我感覺基本上咧，其實對亞洲歌嘅兩個表現來講，我覺得還蠻恰如其分的，就是整體表現啦，吼。啊，不過呢，就係有幾點嘅可能本來建議係講，因為你這哭腔下得很重。 所以有嘗試吼，有個地方轉音嘅時間，尤其係兩支嘅啊嘅嘅特別轉音，因為你上嘅哭腔結果上唔上去，轉音的部分順度不夠。再苦也有風，心中已可以落。 再來就係講，因為另外一個是，我覺得你還蠻性情中人的。雖然講那紅包場會做很鮮豔的衫褲哈，結果設計冇去哈。不過其實我覺得蠻性情中人，所以你可是就是會害羞了一點點。其實你可以再放一點，因為要說各位，你已經嘗試了，其實你給表現來講，跟平常不太一樣。你開始會自己有一些肢體表現了哈，唔像頭班呢。 我做喺其他呢，其張衝過嚟聽，好，也他今比表現來講，我覺得還不錯。好 ，OK。好，安子這樣子。好，3美文的分數。92分，謝謝，應該冇問題。好，加油！好，我哋回座休息。沙來。 四名存帶來本愛都一些愛。等我談。一直以來呢，我是單親媽媽，那小朋友現在呢已經長大成家，那我就可以肩上重擔比較輕。那今天演唱這首歌呢，也就是說對孩子這邊呢，覺得一直是有一些虧欠，請他讓他們呢缺少了一半的。 愛吧，所以針對這樣子，我今天選的這首歌也有一點點算心情的表述。那希望呢，我可以很順利的挺進6強。關心，本愛對相愛，唔好讓愛在你心窩愛。愛有哪一味唔錯，做你講出來，唔好動啊賭手講愛分開，請打開心門來，讓愛行你來。 了無悔思念，就被發給開。請打開心門來，讓愛航雨來。你用半沙大愛日出風沙吹。不愛多一的關係，不愛多一些愛，唔好讓愛在你心門外。 打開心門來，讓愛航旅來，了無悔思念就被發給開。請打開心門來，讓愛航旅來，你用半沙大愛日出風沙吹，不愛多一的關係。 不愛多一些愛，唔好讓愛在你心門外。
春姐姐好。那好老朋友啊，他本身他是单亲家庭嘛，哈。哎，是，所以感情会比较自然的。应该这样讲，因为变成说，今天变成，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还好，那是觉得说对小孩比较愧疚啦，好像几个小孩？哎，我刚好一对，我一男一女。哦，一男一女。那因为刚好。小孩现在多大了？哦，很大了。很大了。我的女儿已经30，哦，女儿是大的，女儿在前面。弟弟在后面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独自带小孩？他们小学，那因为我比较早结婚呐，所以。所以你大女儿30了。对，因为我比较早婚，所以你自己这样含辛茹苦带着小孩这样子，就还好啊。所以说还蛮感谢，因为我自己本身爸爸妈妈给我的环境已经算非常的好，那结果自己因为自己的决定、自己的选择，然后让我的孩子好像说就欠缺了一块，那比较没有父爱的感觉。对，虽然他们少了那一块，但是我补给他们。由我这边来补给他们，那只是说，这对我来讲是我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缺憾，等于我没有办法让。等于我选了，我帮他选了爸爸，可是又让他们没爸爸，所以到最后你真的是要当阴阳人了，一下爸爸一下妈妈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是像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，成家了，那我就轻松，那就可以。就是比较专心的跟大家唱歌玩乐，然后做投资就这样。对啊，现在小孩也长大了，你也不用那么辛苦。对，好啊，创国诶，嘿啊，创后堂的歌本太感糖。好嘞，哎呀，要糖一下欣赏。讲好糖的歌诶，本太感糖。公平啊，公平，冇一天好糖。冇一天好糖诶，好，去这边欣赏。我先讲好糖诶，这个。谢谢勇敢的明春姐姐，谢谢你。我每次听你唱歌，我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，叫做行云流水啊。我觉得我记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我们每次都说跟穗雅说，他好像今天又感冒了，状况又不好，但是他上台他就有基本分，他就是一个这么棒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懂好的示范，因为佢唱歌的感情懂了，唔过唔会 over。好，有的唱歌的时间，就像罗大哥刚刚讲，他在那个和弦里面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歌手，天生是会唱歌的，所以他会自己去做一点小小的改变，但是又不会太过。所以刚刚说狗 Q 哈，我觉得他当然也挑得很好，他可以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，不会让我们觉得很过分。然后，所以我才会说他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唱歌行云流水，是我在这歌听到的。好听的话说完喽，好，接下来呢？难听的恐怖，嘿，因为之前的六位上一集的6位，他们也是要争这个6强嘛，跟很多你一样，就是不是客家人，他们都有很严重的问题。你也算是我资优生的名单，所以我会特别的要求你在咬字上面要特别的注意。你看你每一句我都画下来了，你有没有？嘿，你没你又变成国语了。你它是没有舌头是没有出来你。然后譬如说那个呛大口新闻来不是来就变成国语了。然后对他几次都这样，譬如说这误会自然就会化解，开不是开就变国语了，是开。所以你可能这几个咬字你都要特别的注意，因为你的情感这么好，唱歌这么行云流水，但是如果因为咬字打断了我们听歌的情绪，我觉得太可惜了。如果你进了6强，这件事情我会特别的在意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表现我很喜欢，好，谢谢，加油。看本书来，盛敏成的粉丝。那万一碰到坏人的时候，那就要凶了，凶得起来吗？不要动。跳摆，无人记得嘅跳摆。我家这个特殊家下哦，我爸爸家下这样46岁，突然中风，这半身大概就不会动，暂时都不会动。哎呦，所以今天唱这首歌就可以回想当初妈妈所承受的压力跟那个勇气。最美太阿妹的一松树。
看分数，来，係盛明純的分數。哇，这80几分。再加油，謝謝哦，下禮拜加油哦。下禮拜哈，邊啊，好來，好回做小謝謝吉，謝謝。下來，總之帶來澳洲嘅係。好的，唐哥啦。很开心今天又回到闹热打擂台这个节目参加比赛。今天我准备的歌曲融合了客家山歌与流行歌曲的元素在里头。这首歌我也准备了很久，希望我可以把它诠释好，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。合作嘅爱，依旧无人作来，行渡新嘅时代。合作嘅爱，严谨嘅壁高台，从头尾头摆。头摆中年行过天顺路，头摆中年开过太沙谷，头摆无人记得嘅头摆，一步一步经行进出。山那高那冲，河上那开咧，莫嫌了苦衷那无奈嘅爱。太阳路那行，河上那流退咧，唔知了几时那还有新人来。谢谢。今天好安静哦。这首歌好，就是完全就是，海军对家，就是我海常常军好，我常常讲的铁汉柔情，就是属于他铁这种。汉柔情哦。对呀、做警察的警察大人这样，嗯那你万一抓到犯人的时候，那个我们你的怎么会有威严呢？你在讲，我们对待被把你驾害照拿出来。是不会这样啊。其实我们不会对待被害人的时候，就是被害人被害人就是这个处理爷了吧？哈就是被害人的部分，我们会很有柔情的对他们，要安慰他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唱一首歌给他听，是不是？也没有了，是哦你说态度上。哦，就是哎警察同仁他有分任务，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这个职位不一样，就是说有的是去抓犯人的，啊，你是负责安慰撒娇的其实都一样安慰这。个被害人。你像人家受理报案，嗯，你就是会有被害人来，要报案才会有破案。嗯那我们在受理的过程，当然是要对被害人的部分要多加的关怀。所以你是负责那一块。牛哥的意思是说你是负责哦，那一块害人我们没有单一负责的，你全方位的哦我以要负责为你是就是那万一碰到坏人的时候，那就要凶啊，躲起来。凶啊，那就要凶啊，凶得起来吗？凶得起来不。要动。警察同仁们真的很辛苦，对哎没有没有我们代表一般平民老百姓向你们敬礼。对，刚刚唱的歌真的很有味道哈对，很柔情的。黄翠芳老师，黄老师，我体育白堂的钟子怡哈，从俩手工我去到
很柔啊，你本身哪个声线啊，本身就是非常的柔，而且你的声音是有厚度的，是有温度的。好，所以躺起来实在去了动享受了哈。摇摆，摇摆，无人记得嘅摇摆，一步一步轻行进出。不过我係認為躺到呢啲床啲個係書姐啦哈，遇到了詮釋的方式。就下場應該從喉嚨過來個方式哈，而且客家歌跟在閩南語的歌曲在詮釋上面，我覺得有些在尾音的處理還是不太一樣，所以昨天早到躺到客家歌黑龍扮演寵貓哈，那把有一些的那個習慣稍微改掉，其實我覺得你本身唱歌是非常好聽的哈。那還有就是你當然今天唱得很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到有一些的地方那個 pitch 還是有一點點會跑掉哈。那這個地方也是我覺得是很小的這個錯誤，一個瑕疵哈。那也希望你可以繼續的再保持下去，我覺得你的聲音非常的好聽。謝謝，謝謝老師。好，安子 C， 好，再看我們刑警大人哈。哎呀，警察大人可以拿多少分呢？哈。又要回去戴烏紗帽回去了。戴烏紗帽了是不是？看了就知道。不要被摘掉就好了。好，分數。總之也分數。这一顶帽子越戴越高了。会顶到我们的灯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个继续加油，保持下去。以后变双麒麟吗？对，有5层的好不好？做古装的那种。恭喜恭喜！好，继续加油。还有1个礼拜哈，就变了啊。好的，好了，回做休息，安子 C 啊。杀下来。唐现能带来阿美嘅松鼠。今年我創業數阿美嘅松鼠，作為表達我對媽媽嘅敬愛。媽媽，我愛你，心紅你。锵锵起，阿妹嘅松鼠，親親的看阿妹嘅面容，我真懷念不留情。點點滴滴嘅聲，了了退路。你曾走情感路，你曾到勇健夫，你唔驚風霜冷路。手強轉來舒服，最美太阿妹嘅一松樹，你曾走情感路，你曾到勇健夫。你唔驚風霜冷路，手強轉來舒服，最美太阿妹嘅一松樹。哎，你好，兩位主持人好。好。哎，
根本呢俺也到来讲到安尼头白故事啦，好嘛？好，我家下这个读书家下哦，我爸爸家下将46岁，突然中风。安尼有啥？那时候很严家里重的那种。这半身大概就不会动，暂时都不会动。哎呦。那时候家计大部分靠爸爸嘛。最糟糕的是，他那时候刚好他是在那个台北芝麻酒店，在石门水库有个酒店，他在那边开交通车。大概是老板那时候周转不灵啊。所以员工的薪水就积欠了大概快半年了，没有领薪水。然后员工的劳保费也没有跟劳保局缴，等于就员工就被退保。你住院的话，这些医疗费用又全额自费。那时候对我们家的状况来讲，真的是雪上加霜。他有冇健保？没有，那时候没有，对，都是要自费，全部自费。然后那个复健跟医疗的费用都很高，那时候。大概总共花了多少钱？总共那个数十万元吧。当时的数十万，最少20-30万以上。我这样子算懂多钱哦。那时候父亲的薪水一个月大概没几千块而已。所以今天唱这首歌就可以回想当初妈妈所承受的压力跟那个勇气。所以当时爸爸生病之后，就全部家里的状况都是爸爸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工作了。重担就落在妈妈身上。对，要4个小孩要念书。哇，4个小孩，1个小孩就不简单了，4个小孩。哇，真的妈妈很辛苦了。但是否极泰来了。对啊。现在今年妈妈大概快80岁，78岁了。还好她身体很好，也是我们子女的幸福。对。她还可以种菜，吃不完的我们都可以吃得到，安全的菜。是，真的是家长如果是这个身体健康哦，子女最大的幸福。对，好，这个听完安尼讲个故事以后呢，还要面对现实，好吗？还来谈一下欣赏公平啊嘞。现在呢，这首歌曲哈，我印象中曾经指头过你哦，因为这龙潭歌唱比赛的时间，有人讲这东西当时的分数不按带，我当时有讲过，这首歌曲是一种褒奖阿妹的一种心情的歌曲，所以一开始到来的时间，用比较温柔、强，去当去练如果真爱的用强温柔的方式来填阿妹，但呢还有一只重点的嘛个，因为阿妹的心路，阿妹的从头到尾佢嘅心路一直到佢嘅成功，入边呢，你冇表现到嘅嘛东西，你几首歌用非常嘅悲伤嘅面容表情来唱，我建议一首歌曲冇可能随歌都按随歌，从头到尾要叫男士对唔好。面镜风霜冷露，手经转泪输。最美太阿妹给伊松树。还有你拿麦克的时间拿麦克风，我看人家数字当到那边呢，做唔得。有样别人看你当到，因为一只麦克风係跪下收音嘛，你一只数字飙落嚟之後，你就會就俾你壓到。還有乜嘅？人家上落來嘅時間，會見過人家數字，有冇？人家上會逼切，會逼死，冇按講，冇按人，就是唔好一只數字去當到，這樣嘅。好，先鋒先生，謝謝。安主席，這卡拉 OK 唱歌嘅，係啦，卡拉 OK 麥克風還好咩？哎呀，哎呀，幾廿萬呢，開玩笑嘅。來看分數，彭顯仁的分數。很做得61分。好，什麼太感謝謝老師。好，下禮拜的拼啊嘞，好嘛？加油！好嘞，回座休息。散下來。劉友琴給你帶來肯定唔嘅數。來彈個啦。爸爸，我上到這首歌嘅時節，我就會想到我故鄉七星潭嘅海順。今對我哋帶來嘅係肯定你嘅數。這首歌嘅帶嚟我無限人嘅鼓勵，希望做得到高分，加油啊！
用般写，创作地写出对你的感情，图用办法，创作地发出你的情，爱用办讲，创作地讲出对你的可能，爱用办唱。创作地唱出你的好，想起海sun开始剧情，应该困难的世界，你难定爱有时感觉。只有你肯来概述，不讲条前的路，肯定你概述，肯定爱概述。想起海sun开始剧情，应该困难的世界，你难定爱有时感觉人生糊涂，只有你肯爱概述，不讲条前的。你好，大哥好，好听。哇，这个很文青的一个参赛者哈。啊，很母亲。文青呐，我的意思说，你创在国外就是很这种学院派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有以前的国外没全部都要种国外啊。伊要说国外有故事的呢，他今天也要来跟大家说故事。分享啊，来，对不对？就是我的故乡系花莲嘛，有那个七星潭洞奖啊，大摆转学的时间，我都会去七星潭街散步散心，啊，伫街就是海浪那样子就很抒发啊。因为家里就是小时候生业的时间，我妈妈爸爸专门都辛苦，是啊，嘛有时间的时间，有的时间会带我等出去啊。啊，长大之后，长大之后每次回去就都会想起来小时候的那种感觉，那些回忆哈，那些画面。对，就会很抒发心情这样。哦，就是每次如果说在工作上啊，还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会第一个想到爸爸妈妈。对，有时候那个情绪来的时候会没办法唱。这首歌让人家这么的 OK， 所以这首歌的这个凶手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现在请凶手出来，到那个好不好？黄老师，黄翠芳黄老师，凶手。我自首。OK。非常谢谢佑金哈唱我的这首歌曲。事实上呢，我当初在写的时候，也是在写我跟妈妈之间的互动。那最主要也是妈妈牵我的手，那时候陪我去搭第一班的公车，让我要回台北来上班呢。古松爱曲楼各行爱下了修够爱时间，我是心中是充满了很多那种很甜蜜的回忆，啊，就是跟母亲之间那种甜蜜，所以。我觉得刚刚海军问了你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挑战重過嚟世界，你有上人嘛？咁麼？因為重過嚟世界啊，有時你就是
又很矛盾，你必须要去想那个甜蜜的那个画面，可是又一方面又怕那个情绪太 over， 然后你就会控制不然后就会哽咽啊等等，就唱不下去啊。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功课哈。那所以我觉得你太过的紧张很紧，所以你在紧张之余呢，唱很多的一些的尾音啦，气就变得很虚。有时感动一生糊涂，只有一天的概数，不想挑前的路，天天的概数。这个地方就是你今天可能需要去克服的那个部分，要不然我觉得你的声音，适合重量修够，好，只是说你要让你的那个情绪上面要学习去控制，好，加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很仔细，我们这个看分数咯，好吧？刘友琴的分数。谢谢。这个分数尚可哦。哎呀，下礼拜要好好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吧。先把分数拿好。好，好，给，谢谢。先回座休息，谢谢。很仔细。接下来，你的粉丝来了。哎呦，好好听一下，他今天为你准备的大餐。什么大餐？总理今天带来大餐，什么安酱？哎呦，哎呀，让我回味一下来。阿爸嘅牙齿缝缝嘅嘴唇，木珠阿伯讲法。只是他感觉好像快要嗨起来，又不太敢。你不敢一直乱动，就一直动屁股就好了。他太震惊了。太震惊。风花天入来炸，什么嘢安将爱马杀。今天带来的歌曲呢是罗大叔的《谁妹暗讲》。这一首歌呢也很谢谢小康老师，他帮我把整首歌曲呢重新编排了一次，唱起来很有感觉，味道呢跟罗大叔完全不一样哦。希望今天唱这一首《谁妹暗讲》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跟感觉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张力的演出。什么嘢安将手中嘅雨季花，阿爸嘅牙齿缝缝嘅嘴唇，木珠阿伯讲法。什么嘢安将，什么嘢安将，身高嘅没有办法。标准嘅身材，甜蜜嘅笑容，色彩也得印象。来查，什么嘢安将爱马杀，爱上的是温柔叫啥，爱爱唔会查。什么嘢安将，什么嘢安将，手中嘅雨季花，拍拍嘅牙齿。缝缝嘅嘴唇，木珠阿伯讲法。什么嘢安将，什么嘢安将，身高嘅没有办法。标准嘅身材，甜蜜嘅笑容，色彩也得印象。风花又嘅入来查，什么嘢安将爱马杀。是温柔叫啥？爱爱唔会差。
哇哦，大家好，海军姐好。哇哦，你编的这个让徐世慧老师都 key 档了起来了他们。两个双徐啊。哎双徐两个比谁都还嗨啊！不是，你比那个任何人都还嗨耶！这太厉害了，这我的臭豆腐差点打翻了。太厉害了，小康你太厉害了，完全颠覆掉啊！你连英文歌曲都可以把它编进去，太厉害了。因为其实有这个有两个版本嘛，对，最早的客家版的跟他版本，对，后来我唱那个台语版的那个版本。现在又另外一个新的版本，太厉害了！这是属于什么？跳脱经典。这个它融合了很多的一些拉丁的节奏在里面，然后像那个叫什么上吧？对，拉丁啊。所以它总共有3种，对不对？ 3种节奏在里面，然后因为它又混了一些其他的英文歌曲的东西，没有。没有了，人家音乐这么神圣的东西，你怎么会讲到什么有的没有的？它是调酒，它是调歌。小康老师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，的编出这种有的没有的？有的没有的，好了，不要有的没有的。哈，你会要这种想法哦？哈，我要啦，因为原唱就在这边嘛，我做原版的，他做不下去，就不是给他难看，他自己。我编一个你不会唱的，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2个人都唱得好。不是啊。很多人也希望听到原汁原味的东西呀，原汁原味 ，original， 原汁原味，听你的 CD 就好了。对，哦，现场有不同感觉，你真的很会顶嘴。可是说真的，我还蛮想要听罗阿哥唱一下这个版本。这个版本可以试试看。你要不要刚才刚听到有拉丁、有扇把、有那些？我觉得我听到的是一首歌呢。黄连玉老师那首好吃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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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客家小炒，好吃的好吃的好吃。哎，罗阿哥，我们有偷这个是不是？我们俩听到不一样，我们听到是 Venus。真的啊 ？Gotta the mountain top。对。所以这个水准有差了。你们水准就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啊，开始。只是少了一点，他应该对啊，要加一点舞蹈。只是他感觉好像快要嗨起来，又不太敢，你知道吗？感觉看你在那边好像快闪到腰的感觉。有吗？对啊，你说还是会有点害羞吗？就是应该是说我不能太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弹唱就是要让你过啊！这种这么嗨的这种，他们2个都快站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样的氛围嘛？对不对？我讲得很好，直接就来评语了，直接就对呀，黑了，徐老师，其实张力其实女婿，等一下，张力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唱将型的歌手，真的，我在我心目中你就是个唱将型的歌手。可是照理来讲，一个叫唱将型的歌手，他应该要在 handle 一首歌的那种曲风也好，然后任何的一种弹性跟要表现力上面，他应该要有一个幅度，而不要太窄。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问题。我们2个为什么会想要跳？是因为我们听到太熟悉的个 rhythm 跟那个就是那个节奏感。我们听到扇把，我们几乎是要站起来了。好，那个感觉是就好像你进入到一个 Brazil 的嘉年华会一样，那感觉我就是希望能够有那个氛围。可是呢，你却老神在在的在唱着扇把，所以我会觉得，怎么你不动？我知道你的感觉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就是你敢会拿到麦克风，你想会唱，结果因为你动太多了，你怕你的声音跑了，所以我才会说唱将型最怕的就是在这里，就是他很怕。就好像说，一个很厉害唱歌的人，他不敢乱动，这样子的话，可是呢，整个画面带不到那个氛围的时候，就觉得少了一位，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思考这个方式，因为我觉得你很有本钱呐，嗓优后你又导哈，人又帅，对导。老师，我下次会去练 M 字腿。哦，是。好，那么就换另外一位徐。徐楠，没，我只是觉得你今天你今天的 grooving 没有做出来，就是那个律动感没有做出来，你完全让老师就是吃掉你了，让乐队老师吃掉你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。而且我要说一句很严厉的话，我觉得你浪费小康老师这么好的编曲，而且你也对罗阿哥这首歌，我觉得你真的没有表现得很好，我有点小失望。对不起，对我来讲，唱的是 OK， 他唱 OK， 对，我只是觉得他没有，他应该要在这个重新编曲的歌里面再拿出更多东西来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啊，我们在现场看是这样，你要想哦，观众朋友在
电视机前面看，他还跟你是有距离的，他完全感受不到你的热度。这首歌是要有热度的，你知道吗？会唱没有用。我觉得真正会唱的歌手是什么样的节奏、什么样的编曲，你都要能够驾驭。你要记住我这句话，你要懂得去驾驭你自己的声音跟现场的感觉，还有你自己的技巧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分数其实没有给很高，因为我希望可以给你一点点小小的警惕。我希望你后面能够把自己真正实力拿出来，因为已经要慢慢进入到6强的决定赛了。我希望要拿出你真正的武器来了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尤其在 B 段的时候就进入那个拉丁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他应该就是。对啊，B 段是拉丁吧，还是上吧？就拉丁的感觉，拉丁的感觉。对啊，不然就是动屁股这样，你不敢一直乱动，你就一直动屁股就好了。不然这个歌的层次感就没有办法做出来。他太震惊了啦。太震惊。风花叶来砸，西马的安将我马杀。你看。对嘛，你刚刚这样就对了。哎呦，下次他演唱分数就会给高了。叫你的 leader 编这个，我不会再被骗了。不要用你的资源，叫你的 leader 编。好了，看分数。来看分数来，总列分数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也很棒哦。52。还好没有把罗哥的歌唱到让你失望了，谢谢。哎呦，我很失望。他很失望。我下次。好了，恭喜，还有一个礼拜哈，再编一下。OK， 没问题。好了，谢谢海军姐，谢谢。谢谢。好嘞，有人講叫做咧參賽朋友已經嚇比踢咧，係啊，分數當然要得要高，要得要大。係，第一朋友不要氣餒，繼續加油，還有第2回合。對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呢比完了就要看傳統組的比賽。好，謝謝辛苦的老師們，謝謝老師。好嘞，看傳統組的比賽。好。哎呀，甜心嘛，呀，他说今年安尼传统组天一批的安尼，歌唱比赛啦。天一批咯，安尼有安太批咯，我们好像一个集团。有2批，总共编4擺。編4擺。所以一批編100就差不多，編2擺啦。今晡日就會第。天一批今日係下禮拜哈編個1擺。哎呦，要天一批的啦，天一批的朋友加油啦！加油！係希望大家都有好嘅成績哈。好，嚟比賽之前介紹啲金牌嘅評審先生嚟。羅英先生、曾明子先生、查皮哥先生、天修峰先生。有請 TV 參賽朋友。朋友錢帶來評判。好啦。今日唱片版，也首服務急救人，咁轉都唔好。唔過我都不卡青英俊當3萬年咯。鄉親朋友啊，睇這個人加油哦！皮皮
评审老师，两位主持人，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刘晴记，你好。火车之母你好。火车之母为什么？你每天做火柴吗？誒，唔係做火柴，係煎火柴天線。煎天線的時間，我哋學通過了冇？真煎真葱冇？做唔得咧，佢天線吼，當杯套人咧線號套，線號套佢叫佢幾條隻天線，一條天線啊接那隻猥瑣有嘛？做唔得接唔錯啊，做唔得接唔錯啊，接唔錯麻煩。觀音子安尼煎唔錯嘅。佢講創業有冇？安尼看天陽嘅世界有冇？跟你那個炸彈，吼。有現實嘅炸彈，我剪線那個就槍。冇按嚴重啦。炸彈。不是很多炸彈不是要剪線嗎？那個剪掉哦就不會爆了，有沒有？哎，這個是還不錯的行業，你可以考慮看看。不要。拆彈的那個。不要，那太恐怖。這個不錯，你可以考慮一下去剪爆炸。反正一樣就剪線咩？用阿風過去。你就係冇專業樣搞得你。不過家這種行業真的很特別，很懂特別哈。唐藝的有個很專業。台灣車輛，他專門做火車啦，還有做那做捷運啊之類的。那像下一批好像聽說要做台中捷運嘛。哦，所以你要到台中去啊？上班。啊，我們是算外包哎。外包哦，所有的線都你剪的，就對。那剪剩下的線也會不會拿去賣的？不行啦，不行啦，要搞鬼嘅公司啊！哦，好啦，懂啲撇，懂啲撇。但是青豬肉類都要係創果嘅，唔係剪天線。唐一下欣賞嚟公平啊嚟咧。羅依依老師。好，胖太仔吼，首先我係先按照你基本你嘅狀況，我知道以後就係不管你嘅颱風啊，嗰個溫天圖，最重要嘅係你基本嘅上動降，好，所以你從起來呢，貴屬歌佢本人感覺呢，動清楚，又動輕鬆，好，不過我係希望做得要動好嘅進步嘅空間，因為你基本嘅表現對我來講，我覺得係隻績優股，好，就係你可以後市看漲，好，不過係讓你講。幾隻猥瑣，希望你做得很好。好，首先就係應該第一句吼，皮皮，好，第二句愛唱歌嘅愛，幹後生嘅幹，吼，嗰個第四句吼，確實嗰個 good， 好，你幾隻詞呢？我覺得嘅咬詞嘅在先來很下清楚啲，好 good， 要麼從嘅O的嘴型，唔拿人，吼，嗰個。愛唱歌，愛要每人來說，愛到一，應該將一摸清楚。愛唱了啥那個啊？第三句呢，就得就講讓你講一下年紀老，你係隻不管是形容或者是動態的表現，年紀老，我係讓你係年紀老嘅心情唱出來，所以你單強就係讓你係詞唱出來冇感情，係講有感情加落去，你係彈性和個柔軟度會加強你對呢首歌詞嘅理解，係是嗎？謝謝老師，是嗎？現在。哎呀。很後生啊，哈，對啊，應該要開心。好來看分數來。嚟朋友圈的分數。60分一組的吧？哎呀，好，先搓一下，暫時搓一下，看後背分數樣板，好嘛？好嘞，啊，恭喜恭喜，好，會做消息。好嘞，撒下來。落水蓮帶來3個字。其實啊，我當上係從羅山歌，不過我當初嚇，我講每日攞唔起，所以我今年用羅山歌字來比賽，希望今年做得拿到當歌嘅分數。
先好，让我主持人好。好。哎，我罗凤人呐，哎，那喊好哦。羅六人。羅木啦，羅六，唔爭羅龍人。羅羅露露。牛年哦，感冒唔前好哦。啊，你用麦克風？我用麥克風哈。哎呦，等麥克風等下手拖一下感冒哈。哎呀哈，哪兩會傳染在行呢，你生病了還這樣欺負病人。啊，都風煙全部按用音啦。按用人啊，按用人啊。嗰塊人。愛奶油，愛奶油，愛凍河，愛無河，愛會去到也去研究，係嘛？愛會天夜風去研究，係嘛？係人講，係啊。啊，他們就是說你啦。好啦，嚟，哎，加糖唔講當備胎嘛。你當然備胎呢，他有個使命感呢。什麼樣的使命感？像我們參加這個客家電視台錄影，哦，來做客家電視台節目，就是有個使命感。以想要學好山歌，然後把更多好聽的山歌這樣傳授出去，他想要高價開班授課。高價，收費很高。還要收費這樣？對，一堂課3000。啊，這有什麼偉大之處啊？不是這樣子啊，不是嗎？因為我們是鄉下人，種下人愛講客哈，所以我哋轉來我就學語兩天哈，冇語啦，唱語，啊我先講想講，按照你當上嚟學，冇回去，啊想講我係學會，我想教成音。教成音專心也係客家嘅歌，唔收費。因為我按到歲咧，我退休嘅人哈，我想講唔會收費。我希望有啲老師讓我指頭下哈，免費啦，免費啦，係啦，做新傳師做錯嘅啦。係啦，我想我按樣樣做。很偉大呢。咩啊？我請我就傳播越南到嗱哈，傳唱到唔唔條用辦法，唔條花錢。要種精神真係啊，他在鼓勵啦。但是吼，人分數有冇？我今年前6強，讓有學生嘅也要騰學呢。冇今年前6強就500。對呀，係啊，慶祝也還是要看一下比賽。年紀都長啊，係啦，年紀都長，身體好還是年紀都長嚇。好啊，先有唱到真傳師的剛講一下。真傳師。曾明珠老師。他是真大師，真傳師。最重要嘅教人自己嘅神創章來啦。雖然手指嘅歌聲啊非常嘅嘹亮，唱係做人出來唱歌嘅。人命都嘅唱啊，係個聲光亮咁樣嘅啦嗬，一本前台嘅鼓勵，希望而下一次見唱嘅時節要有經驗，唔是講唱歌每一次集團節是出到安台上有限量啊，有嚇做啦，人生有嘛人，然後每隻事你集團落個體隻事你是咬到聽錯。人生。所以你要專講唱歌些，咱們聲音唔會吵到自己聲，讓人來練，哦，唔是為女起來。謝謝。哎呀，羅英現在補充乜嘅？好，羅龍人。係，而家羅鳳人吼，如係虎口人下上下上嚟講一下吼。當然曾明珠老師讓你講解吼，確實啦，你就係規整嘅位數吼。咁個我南位上係讓你講解吼，就係講我上係讓你。講你愛進步嘅位數，就係你係自家克服你在你係唱歌比賽嘅世界嘅心情，因為你當明顯吼，緊張就會表現到你嘅表現，就會表現出來，吼彈得出來。所以我想講，你係做得有機會繼續比吼，你一天愛克服你自家嘅心情，緊張嘅心情，樣板在舞台當個撈唱歌呢，樣板佢樣板表現到下好，吼冇你可能會影響你下擺繼續比賽嘅啲係分數，係所以我想講，我根本嘅分數唔係非常嘅好，不過因為你冇乜嘅差錯，所以呢我本嘅分數基本嘅分數，不過呢我對你嘅上任，香港你係你表現嘅啲係期待係非常高嘅。
好，石墨英，谢谢哈，石墨英。让自己下台阶了，这是因为分数不是很高，你先。对，你要先攻一下，移动与安移动他有这种习惯。来，看分数啦，看一下模1号的分数啦，哈，来。哎呦，对，可以。落水点的分数。本妹对那。明年呢，铁路看的煮菜呢，练习呢，可以见到有一种习惯性动作唱歌就安呢，拉进冲啦。对，可以。落水点的分数。谢谢。1号呢？当够了呐。当够了，有啊，你是2分啊，有。哦，石墨英哈。哎呀，按照屯哈礼拜毕业时间，他等给安的分数累积起来可以1多分，安尼。好，加油哦！好，谢谢哈，谢谢老师。加油。可以做休息。下来。熊童带来热有请。来听下。热有请呢，动动演唱哈。今日呢，我来唱本太教堂，看有乜个无腔样无？希望我小跳呢，我来带着本来最高分，本来过关。长夜郎，你来拿，夜有那情来哟，盘古开天那道理金那。你年郎，你来拿，也有那情来哟。恭喜出游啊，高谈金呐。高谈呐，神有那，八有那，子来哟。高乱天下不太平啊。三夜郎，你来拿，也有那情来哟。福建出游啊，喜真人啊。裁判先生，哈像阿童哥你好。阿童哥是唱
冲小调冲出名的呢。哎呦，冲出难怪伊会先小调嗰个。人家有钱对不对？哎呀，因为第二冲小调冲出名。伊资料当公司甲讲的。而且伊讲。伊弹来弹去呀吼，网络上嘛贴弹 ，YouTube 嘛贴弹，无伊连人冲的比较好弹诶。真的假呀？哎呦，这是我自己自己感出屁诶。来拍摄公主。这个感觉的啦。你用小调去参加其他比赛时节嘅名次样办？冇比赛咧，我是冲不赢唐天啊。哦，冲不赢唐，按准因未去甲讲，唔太假就讲站啦。哎呀，好啦，上个睇冲小调嗰就好弹，来安尼弹一下，你恰起个欣赏。系，谢老师。好嘞，阿唐哥哈，真是今日也上啊，相当好，尤其现到一个人邀请，相当有力的歌词，对你来讲当好发挥。所以你唱提书的时间，我想讲，确实你在手条方面哈，相当好的创意，但是呢，冇想到，北上的歌词上唔记得放得天然去的。哦，一团冇唱到。有啊。难怪阿家看这个笑，我想讲哦，表情不差哦，唱啊，唔欢喜。所以我讲我吼，唔怕唱唔怕，你就不能容易继续唱下去。你不要冇多个左右嘅表情动作。不要慌。嘿，变你一放落去，大家就知讲哦，快睇咧。也係冇講啊，冇人可能會唔知講，你正日還有後半段宋朝出有包文字嘛，你潘陽來也潘言冇唱到，所以佢就唱直接就唱到音樂去，快啲咧，也就真實就唔對，一樣去動片啦。但是佢當腔哦，佢歌詞一段冇唱到呢，佢將3日咧然後補落去，時間然後補落去，所以佢聰明就聰明一點。但是比賽呢，比賽就冇辦法。要唱對就玩要唱對嘅分數，冇唱對嗰次跳走，也只能就愛扣分。一點，以後你要表演比賽時間就愛注意一點哈。好，加油哈！好啦，來看一下分數，來看，但蠻厲害嘅分數，洪總統嘅分數。啊，謝謝。打爽，OK 啦，打爽。哎呀，下一禮拜哦，下禮拜大家變看啦，好唔好？來分數補進來嘛。好，好啦，先故意配歌詞。先在呢度等我坐啊，沙來。傅鳳琪帶來《落山歌》。哎呦，來彈我啦。第一擺參加農業大擂台出現，就先《落山歌》來比賽，欣賞較早優質點，專業嘅部分、溫馨嘅部分。全部由來改裝，希望禮拜比賽都得拿高分來進入決賽，神夢大家。雙劍地。歌唱來，本愛對那，阿妹咧，唱來啊！本歌賦啊！
罗大哥谢谢大哦，朱小姐好。好。大家哈，尊重尊敬的一位安尼参赛朋友啦。哎呀哈，有拜有个分数哈，哎呀，那礼拜的分数，个过到懂离谱啊！哈？過到懂離譜92分啊！92分唔係94啊，96啊。200就92分。92分，係啊，我伊進步啦，伊明年呢，佢都看呢做出呢練習呢，可以見到有一種習慣性動作唱歌就安呢，拉筋衝啦。你睇到啊？这有伤啦！哎，真的，伊个习惯动作吼。系啊。哦，炒出来时间要用幼树炒，就用幼树炒。哦，所以你看人家个习惯，连唱歌也要带动到，这奇怪了哈。習慣性動作。好教好教。啊，安尼看下禮拜日嘅分數有辦法唱雙禮拜按歌嘛吼。但先談一下公平嘿。係，聽小鳳先生。好，你歡喜先生吼，今日係要緊張希望吼，你唱呢個老山歌吼，講實在你嘅韻味啊吼，還有一大嘅進步空間。你講吼，唱呢個山歌，你嘅就講嘅練詩，你唱呢上家唔得。班家嘈，你嘅班家嘈，你就要比練得按唱彈起來吼，我俾人感覺會較爽爽安尼吼，就會扭動人，你嘅就會識嘅聲吼，還有阿哥超妹唱山歌，唔係呢唱山歌，唔係安尼，係唱山歌吼，強讓阿哥唱來伴妹對，你睇咪咩溜溜嘅吼，係。最每一句啊，吼，當明顯嘅就係講阿妹唱來伴高火。伴高火唔咩練定唱，唔係呢伴高火，安尼嘅唱嘅吼，不然彈到出咗嘅安尼溜溜乖乖安尼。阿妹咧，唱來啊伴高火啊！還有動態嘅進步空間吼，空間係加油。好，謝謝，好，好，來，副放棄嘅分數。哦，90，做得冇？做得啊，可以啦，我都92了。冇想過，啊不冬天我較高的。哦，來，啊，你談一下曾民族先生，佢本到23分呢。因為主要佢嘅聲啊，以後啦。吼，雖然講有一點嘅小可嘅個鐵突啦，吼，所以講佢唱歌嘅無連貫性無同，吼，因為咁樣嘅唱老山歌，所以一口氣來連貫出來，冇到團氣咁樣嘅，像天先生頭先講嘅樣，吼，係個韻味啊，說誒班家錯吼，而家我這個唱家一啲就戲啊，吼，唔會感覺講，吃到有點就咪冇足樣咁樣嘅。謝謝，我回去會再改進的。對，下禮拜，哦，下禮拜，哦，再變一下。這個加強啊，成績會更加好。加油加油！好嘛，好，阿力，恭喜，可以做休息。沙來，用波妞帶來平板。今日我唱的係平板，呢首平板係當。無按簡單唱嘅平板是唱嚟啦，屬於南腔，陸漢人他唔會唱，啊今日唱呢條我希望要進入到陸腔，甚至要當好張唱。摘茶愛摘，母娘有敢做新丈夫嘅啊！因為唱老山歌，摘茶用山皮是做。哎呀，壓唄啊！係啊。茶葉啊！哦，所以這 T P 裡面要唱一條歌，因為 T P 這樣設計啊，係啊，客家圖騰，顯真的動畫款，當設計嘅，布料是有較粗的位啦。客家人上香嘛。
兩位主持人好。你好，係啊，播妞總鋪西啊嚇。主吹哦。係啊。唔係，係我個協會哈，跟處理。協會哦，做海嘅。唔係，我的協會就是一個歌謠協會啦，好。是跟處理哈，我就要辦活動。活動是大家要愛現啊，對啦，大家活動來了，我就會準備4個本嘢就說。啊，順便唱歌俾人聽。家下輪到我唱。按多年會唱哦。唱係。哦。專門老人家啦。但這樣唔準備聽啊？因為是我自己準備，我自己弄，全部都是我自己。全部你自己？我自己原裝。邊有一個協會來安尼多年？會來後每天啊，看有時候會幾百曬哦。有時候50-60曬多啦。幾百曬？唔可以一個人煮按多哦。我早晨6點鐘還是開始煮。煮乜嘢？個炒米粉啊？炒米粉。公園堂啊，你啊，你種嘢。每一天看我啦，種冬瓜還是冬瓜湯，還是炒麵，啊，冇就還有。滷肉啊，滷肉豆腐乾、滷蛋安然後。唔係烹作啊，你啦。唔係烹作冇法度啦。點心樣啊？對。咁嗰你東西要準備很多，如果佢講滷肉嘅話，都要吃一隻豬嘅。唔是，總共我唔會當1000元，啊個5件嘅豆腐乾，滷蛋好少要有60-70個安然來。我錯啦，我心口會讓佢聽少啊。啊，好心口呢。開山人家，係啊。很棒，值得學習。我煮東西本他家食，啊本他家食多安尼吼，包嚟啊。當愛我個活動誒。有好看的節目。按叫人哋擺下接到要下好啲。唔會咁樣缺喲。接到我破產咯破產咯。會啊，協會有錢啊。哦，協會有錢。來，今日創個樣板呢，談一下羅英先生啦哈，嚟講評下嚟。好，你係讓太姐吼，可是你今邊從嘅，我想講吼，其實你對來比賽，唔單淨係來讓我哋討教呀，係同我哋公平，讓我進步。不過我除到我來做裁判吼，聽到呢條上是為從冇強樣嘅強調嘅些，我咪種學習。吼，比如講今邊嘅挑戰冇強樣嘅唱法，所以你從咧誰來人從嘅起，吼，和誰冇人來從，咁樣按到。高韻低唱、高韻大唱嘅編版吼，我覺得你做得很下好，從到很下好嘅表現，就係講從安樣型嘅唱法吼，高韻要帶韻吼，音程下多，吼，所以誒表下來從嘅先嘅上韻唔難用，韓國呢安樣型從嘅為造成嗰啲可能咬字等個嘅問題，吼，比如講第一句吼，心經走，吼，運動係走。咁從到做聲吼，心經走，運動會衝上去啦吼，所以係兩咬字冇講清楚。韓國呢聽一句緊比嘅緊做聲啦，吼，咁從到2聲去咧吼。比如講一隻比方吼，就係應該上韻，應該拉住那個聲音的感覺還不夠，就係應該上韻會飄，會浮動吼。比如講第一句。三國六經啊，衝啊，所以豎轉來，好，還讓文還就是心經路走那，按用音唱，講出戲曲的味道。三國六經啊。好，所以可能很收的尾音，還有放出去的那個吸氣要確定一點，這樣才有戲劇效果，好，是嗎？哦，什麼戲劇效果？開小口這樣就覺得好好聽，甜甜的，甜啊哈，上行啊，俾我哋講一下，因為呀一般人講啊，有到4來強啦，一般來講呀4枚來唱也係用 F 調呀 G 調來唱呵，所以喺條以前人家。愛弦嚟唱喺度，喺按照傳統弦嚟講，按照苦情平板，苦情嘅平板，所以佢嚟唱變按照南腔。但是呢，因為4枚人唱嘅一種4來強韻嚟講嗬，佢嘅微韻就家下人家嘅老師有講過，微韻啊嘅音符冇按太，做很軟調嘅，所以我講了，譬如
米进了油那不要用用米进了油那。你用柔的音，较软的音来同伊转的话，用弹起来会有较酷情。你用的话，也就知道有感觉到個，也個酷情表嘛，完全冇有多酷情的嗰種味道去。米進來油所以就一般人就講，要弄男腔的男人的男，唔係男片的男。跟酷情就加個呢酷腔會較好嘛？不一定，你要看你本身的歌詞哈，係，比如講耶穌歌嘅，雖然講係有較，你講較酷情的歌詞來講，但是不至於，就像乜嘢呢？那兔子歌，佢就真正的按照酷情。佢做一天的酷腔。佢就酷情來唱嘅，嚇。就像那個立秋啊先生。今日你冇來。佢冇來啊。佢盡量講。冇來。很好，盡量講。我係本用台這張建議啊，就係呢，我建議你做得那個份嘅關鍵，就係你唱歌嘅聲音，香港嘅表情哈，全部係小秘密，所以你先歌動重要，我先合選你來唱嘅歌曲，香港歌詞，用就係做得那度個份嘅關鍵，係因為你係比賽。看分數。用半用嘅分數。89分，哎呀，很困難，還有一禮拜，好嘛？哎呀，下禮拜來拼啊嘞，好嘛？好了，加油！會做消息，3號，展演上帶來樂山歌。今日愛唱嘅係傳統嘅樂山歌，台北來比賽嘅時間不用啊，就會讓我做衫哦，精心製作嘅衫。今日唱嘅歌詞呢，老安尼嘅茶米有關係。特別做兩張衫，茶米兩三皮，好，希望今日好嘅成績，加油！摘茶愛摘。三皮那三一嘞，莫扎个我了了。三日莫看，阿妹面一身泪。不见山表里啊，就这。两位主持人好。哎呦，姑娘有敢做新丈夫哎啊哈！因為創樂山歌，摘茶兩三皮是做。哎呀，鴨唄啊！係啊，茶葉啊。所以就特別因為要創一條歌，要特別將設計啊啥。係啊，客家圖騰。
你要凉衫买啥呢？吼，要今天天气暗炎炎吼，做出来防晒的。防晒。布料是有较粗的位啦。较感应，较上天嘛。但是呢，很真的懂后款，懂于设计感，真的。这个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帮我设计一件那样。啊，真的很有味道啊！你拖下来本做就好呀。跳西凉啦，跳西凉嘛，跳西凉。兼帮我做对的啦，啊，狗胎。已经俾你挑战老三哥呢。老三哥，提拔。佢之前來畢業時節創流行歌曲嘛，後來也擺挑戰安尼三台跳嘅歌曲。咁我以往攏創流行歌嘅小調。小調。家自從演出帶，他真的，他唱這三調調的歌真的比較好聽呢。我說那意思是說他流行歌曲好。大家好，天秀風先生。天秀風先生，來，講評下。好，你了解為燕城係冇吼？今日創了個廬山歌，講實在吼，可能冇自家去親自尋了個客家個山歌先生來教人吼，自家用名路啊，是啲自家學嘅吼。對了個山歌廬山歌了個韻味吼，冇講當純熟，從來冇拉吼，就講個韻味冇足吼。你從了個一開始嘅時間。摘茶愛摘兩三皮，你到了皮的時間，你就團結嘅哈。摘茶愛摘兩三皮呐。按唱下去吼，韓國你山歌吼，跟每年都來嘅時節啦吼，就像是你個稱字啊吼，咩當重要，你從那個三日無摘落了梨，吼，落了梨呐，從。我提白糖誒，吼，出出糖落乖乖，唔係從希望吼，唔計回音吼，韓國咧三日無看個面，唔計轉人吼，轉到無講清吼，到咧一生骨節酸了梨，咩咁樣吼，唔計每日愛來拿，吼無從安尼，計可能計舉隻嘅字咪會較好。一生不见酸了梨加油！好，陳木先生。冇摘到兩皮，人家摘到一皮嘅啦。所以叫做唱不ken實做出嘅啦。係啊，而佢都曾老師講一氣呵成嘅啦。真的。就看一下本書。根本你嘅狀況有點問題，是講個聲音地不度吼，無清無清淺，吼，所以地不度清到個我談讓吼，所以我哋耳機堂呢專門係沙嘅聲，個喉音當重啦，所以喺有這個來比賽嘅時間，一定要保持清好嘅狀況，韓國呢歌詞要配送，然後要發出來好好發揮。有歌詞有配速嗎？有配速，但是佢一隻詩都硬欠用按用嘅，所以是會唱到挺硬嘅啦。流暢度啦。對。我唱唔唱最後文吧啦。來看分數。怎樣上嘅分數？哦。什麼先生？88分哦。上課，還有一個禮拜，加油！好不好？容易回做休息。好，今日比賽結束，第17期嘅多代漫遊會變成安尼侵占嘅選手呢？每一集都有可能會分數都會大翻盤哦。所以要收聽我哋嘅節目。係啊，好看安尼朋友嘅好唱歌嘅朋友啊，夾來安尼節目來報名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傳真天發0227778231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志飛。感謝小康，謝謝老師們。
是大家忘记得咯，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的时间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中大台，再见，拜拜。最近都睡不好，你说有些烦恼，有些事刚刚发生就忘掉。模糊的对话，掩饰心里的话，退化已让生活起变化。回忆中的味道，酸甜苦辣很好，谁都想牢牢记得谁的美好，一辈子追着世界绕啊绕，到头来剩下什么能炫耀？天公啊，落水哦，阿妹呀，大地错无来到行水边。回忆中的味道，酸甜苦辣很好，谁都想牢牢记得谁的美好，一辈子追着世界绕啊绕，到头来剩下什么能炫耀？天公啊，落水哦，阿妹呀，大地错无来到行水边，行水呀，有情不美，才给水中。想忘了怎么爱，辜负谁的期待，又留下谁在独白？我们都逃离不开时间写下的圈套，至少表示沿着记号回想。天公啊，落水哦。水中。